1979年4月29日，台北甲台南之间的铁路电气化顺利完工，自强湖电联车正式通车。范局长在通车典礼上表示，铁路局今后将以更完善的设备和更周到的服务来方便大众的旅游，并且从明天开始，在台北、台中、彰化、嘉义、台南和高雄办理电话订票的服务。1989年4月29日，民进党登记正做合法政党，由副秘书长蔡锡恩代表前往内政部民政司办理。若是民进党所登记负责人是黄信介甲11名中常委员。执政党发言人戴瑞明今天也表示，乐于见到民进党办理政党登记，也希望民进党尊重国家体制、国旗、国号和国歌，并且在法律的规范下从事公平竞争。主席黄信介嘛表示，当时年底选举，民进党绝对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。